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施政3分钟》。位于台南北端的后壁区，不仅是冠军米的故乡，更是举办台湾国际蓝展的所在地。在2019年获得台湾经典小镇的殊荣，保留了乡村风光、文化古迹及浓厚的人情味，吸引影视团队到这里拍摄取景。电视剧《俗女养成记》让后壁区金寮老街成为打卡热点，也让长期蹲点后壁金寮的青年创生团队趁势打造后壁俗女村的品牌，更进一步成立地方创生青年培育工作站，希望协助有意返乡的青年创业。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应该是说一开始是一个缘分，那时候义昌联米厂呢，文化局整修好之后，没有团队愿意进驻，然后我又是商圈理事长嘛，所以一个机会，我们总干事就说，那里有一个米厂，还是理事长你要不要去经营看看？然后我那时候刚好也想要创业，所以想说好，那我就到那边来试试看。然后到义昌联米厂之后才发现，这个聚落很可爱，很多漂亮的老屋，可是很可惜都是蚊子馆或者是闲置的，所以呢，我就开始慢慢的找到建成家具行的这个空间使用者，然后联络到金德兴的这个阮氏家人。那我当然我心中有我的蓝图跟想象啊，就是未来这个街廓可以变成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把一间一间闲置的老屋慢慢的活化起来。然后也很幸运的，《俗女养成记》开播之后，我们的刚好游客来觉得又可以看到剧组场景，然后又有吃有喝有玩的，然后慢慢就把这件事情串接在一起。那其实我们俗女村呢，在这个地方打造这个电力站，最主要想要做一个青年回来创业的咨询平台，然后包括我们在这边老屋的修缮，然后或者是商业的营运，甚至是未来我们的旅居计划，就是所谓的民宿平台的建构，都会在这边一起跟大家讨论。那像我们电力站呢，在这2年大量的上了许多课程，包括我们要怎么教他们创业、财务的部分，或者是他的行销，或者是他的税务，甚至是讨论到循环经济，或者是所谓的低碳经济，跟他的产品力会有相关。然后希望把这些知识传达给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在创业的路上觉得有人陪伴他。当初来的时候没有过多的了解，会觉得说就是乡下地方，我身边好像发电，对。但是其实你来了之后，身体真的是去付出行动去做一些你有关你周边工作相关的事，你会觉得说，你跟这个土地有连结了，当然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当然想法也就会不太一样。因为在地居民嘛，而且又是一些比较老的长辈，他们会觉得说恁家的话地要来冲下，到现在就是关系大家都还不错，因为他知道你要来干嘛的时候，他们就会卸下心防了。对，感觉很不错啊，蛮幽静的，而且那个那个建筑很特别。我刚刚看到那个阮家那个古厝，那个真的很特别，现在看不到那种建筑了。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地方创生，持续整合公司资源，带动产业发展与当地文化提升。俗女村团队召集了返乡青年和2度就业妇女们一起投入，让返乡创业与农村文化结合，也为金寮老街注入新的活力。欢迎收看8月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由中嘉宽频三冠王上主称，伫今年暑假所举办的第2场主播夏令营正式登场，吸引来自台南市将近30位小学生参加。会中透过实地参观电视台，体验采访写作以及报新闻等流程，来学习表达，展现自信。主办单位嘛，伫课程当中加入目前真热门的 AI 议题。互学生提早接触新的科技，嘛培养因的软实力。新时代主播夏令营活动，因为受到真侪家长甲小朋友的欢迎，报名情形是非常踊跃，所以特别将活动分为2个梯次举办。来自台南各学校27位小学员，将会伫2天的课程当中，学习到新闻采访、主播报新闻、配音、点名等专业技能。第1堂课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摄影课程哦。那另外还有会教大家怎么样播报新闻啊，怎么样学着采访啊，然后还会教大家化妆，然后上播报台，
然后教他怎么样配音，所以都会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看到自己这个坐在主播台上的，看看各位自己的仪态啦，然后包括一些声音的表达嘛，相关的这一些课程等等的，所以一定会是让各位有非常多的收获。趣味课程安排，和每一位学员拢乐在其中，同时也拢收获满满。你有学会什么技巧吗？就是拍照的时候灯光很重要。嗯哼。还有那个，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点荧幕也可以调整光，我以为只能靠设定调整光。这个是我拍的，然后呢，我主要在模仿画面，就是有2个工人，他们就像是他们在修复这个电路板，然后呢，有人开车进来这样在修复，这样。就为什么想要来参加第2次？因为觉得这个很有趣，我也蛮爱主播这个东西。因 AI 浪潮的来临 ，ChatGPT 等各种 AI 定式应用是愈来愈发达。主办单位这次嘛特别邀请到南台科大黄琼怡老师为小朋友再来使用的 AI 课程。我们不会被淘汰，为什么？因为来这句我觉得很棒，所以我就用下来跟大家分享。你不会被 AI 取代，但是呢会被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听得懂这句话吗？听得懂。你不会被 AI 这个工具取代，但是你会被什么？雇用这个工具的人取代。课程的第一天，分别为学生安排了剧和商业摄影郭聪南老师的练课。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的副理罗启俊，以及2位主播秦碧纯甲郭文吉的新闻采访课，还有黄琼怡老师的 AI 课程以外，8月3号的夏令营，更安排了主播报新闻以及媒体素养等课程。希望透过这学习，会当让这小学员更加认识媒体，为当中发展多元的兴趣甲技能，拓展未来梦想领域。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为推广台南在地优质的沙白鱼，市府首次甲专联福利中心以及大润发合作举办促销活动，其中委托邀请全国的消费者来到这2大通路，拢会当买到美味又个营养的沙白鱼。一年一度的沙白鱼季节过来咯，台南市沙白鱼的故乡，为鱼皮、鱼肉、鱼肚到鱼肠，拢会当摕来料理。用蒸的、煮的、炒的，也是用煎的，拢非常的美味。台南市府今年继续甲2大通路合作，要将优质的沙白鱼行销全国，期盼这一步帮助渔民增加收入。有人说年初已经虱目鱼1斤已经卖到这个70多块了一个虱目鱼肚已经将近上百块了，你还要行销？我告诉你，让农民多赚一点有什么不好？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千万要知道虱目鱼的好吃。今天很高兴市政府办理这样一个活动，结合我们的通路业者，就是让我们全国的消费者，不管是在我们的大型的超市或者是相关的连锁这些通路业者，都能够买到我们台南的好虱目鱼。业者这次特别精选台南生态优质沙白鱼，专程冷链直送，保持食材青度，将营养丰富的沙白鱼，伫全台将近1200间门市做贩售，同时推出无刺的沙白鱼肚，甲冷冻的沙白鱼肚糜，方便消费者家己来煮。全年我们也很努力在推这个虱目鱼的料理，所以我们的店都有这个虱目鱼料理的食谱卡。所以消费者只要照着食谱卡把鱼拿回去，照着食谱卡的这个料理方式其实就可以做出一道美味的虱目鱼料理。为8月11号开始，也会进行一系列促销活动，沙白鱼一尾优惠到109块，也会当抽台南知名酒店的大房券，好康是非常的多。业者有价，这档沙白鱼季将创下2500万的销售业绩。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迎接1年1度的父亲节，基于病院联合提早举办庆祝活动，今年特别邀请罕见疾病患者甲家属同乐，同时为了表达这群患者父亲为家庭所付出的感动，病院嘛推出一系列守护父亲健康的活动。基于病院医团咨询中心负责分嘉南地区罕见疾病的服务。每年服务超过350名的病友甲家庭。这届的父爱涌现、爱不罕见的父亲节活动，特别邀请罕见疾病基金会、南区天籁合唱团来演出，
透过朋友因和谐的音乐演唱，团扇无去互一边拍败，充满生命奋斗甲勇气。活动主要是透过父亲节的庆祝呢，来提醒民众呢，要多多关心我们自己家里的爸爸。那爸爸非常辛苦，那为了照顾家庭呢，付出非常多。但是呢，因为常常都在照顾自己的家人，反而忽略自己身体的健康。那因此呢，我们今天透过这个活动来呼吁大家多多重视家里爸爸的一个身体健康。那另外，我们也搭配罕病的这个介绍呢，来提醒呢，我们很多呢罕病的家庭。他们的家长比一般的家庭更是辛苦哈，那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利用这个机会，邀请我们的天籁合唱团透过歌声来感谢他们的辛劳。那此外，我们的活动还有包括癌症的筛检，特别是在今年我们已经加入这个第5癌这是肺癌的一个筛检。那也希望有家族史的这个男性，或是这个女性，或是有重度吸烟的男性、女性一样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肺癌的筛检，也可以享受2年1次的免费的低剂量电脑断层的一个检查。现场嘛，就为罕见疾病小美的爸爸甲大家来分享，因为本身甲小美拢是外胚层增生不良症的朋友，也就是俗称的无汗症，唔定需要定期来回诊，嘛爱克服生活上面临真侪的无方便。因为他们是无汗症。所以他们不会流汗，所以在他们要上幼稚园之前，我们也是一直探访很多那个幼儿园，因为很多幼儿园对罕病都不太能接受，所以他们也比较容易被嘲笑了。那老师用很温柔的方式去引导所有的学生去接纳这罕病的学生，那所以其实罕病有时候。不是只有外表罕病，有时候是他们身体，那有一些人就看不出来，像我本身也是无汗症，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有肾脏手册的，因为外表看不出来。现场除了罕见疾病基金会合唱团的演唱，另外病院还佮安排营养师健康饮食的咨询。加医科的解分咨询，以及幼民视障协会的猎龄服务，加有癌筛检的宣导等，希望共同守护全家加父亲的健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淡市安平图书馆3楼看册空间已经长达1冬拢无冷气，不过天气热甲，实在互民众挡袂牢。对处议员林美燕特别邀至文化局会刊，主要由区公所加编列1台冷气，预计8月中旬得当装设。民国92年启用的安平区图书馆，因为调高的关系，必须要规工使用空调。不过中央空调伫108年。因为供线歹去修理，到后来压缩机加冰水系统故障，评估修理的费用要300万。后来改直立式的冷气，分年来装修。伫108甲109年，分别装了1、2楼，不过3楼却一直无经费来装置。因此，议员林美燕会同市府文化局加图书总馆来会勘，目前有争取3台直立式冷气的经费。不过，议员认为要装到一间到位，4台装好够。对此，文化局嘛同意，预计8月中会装设。我们大概经过几次的管线跟压缩机的一个损坏那我们请厂商来做修理，但是因为情形并没有改善很多那我们就从一直就是后来我们就108年大概就请厂商来做评估那整个的冰水系统要换新，或者是说改分离式大概要200万多到300万那因为整个经费也相当的庞大那我们就采取逐年汰换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从2楼、1楼这边先汰换。那目前为止这边也感谢我们
总图的一个协助，还有包括说我们安平区还有我们南区所有议员的一个帮忙就争取我们整个一个环境冷气的一个改善那我们目前为止大概就是剩下3楼的部分还没有做改善我们安平图书馆它本身使用率非常的高，现场我们看到在3楼的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冷气。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冷气已经就是坏掉了。那这段时间从去年到现在将近1年多，我们的冷气都没有办法到位。那当然，我们就是在这边使用的这些看书的这些好朋友，他们一直在反映，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提供冷气？那我们就跟文化局建议了，他本来说好就提供3台，今年的预算紧急就是给了3台的预算。那可是现场一看，我们3楼这个必须要4台，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又要求文化局再追加1台，那把整个4台的婚礼室的冷气一次到位，提供一个优质的阅读的环境。因为教育部补助各区图书馆阅读设备的升级，在109年得到教育部补助8台的冷气，因此3档内就袂用再申请补助。而这段期间嘛，只用靠市立图书馆家己的预算，因此安平图书馆在今年透过区公所来申请经费，得到市立图书馆加文化局的同意，由原先增设3台，再增加1台，其他不足的部分，等待明年再向教育部来申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木拉德湾艺术空间成立已经10个月，第一摆推出家己所规划展览或者推破计划，邀请22位少年艺术家来参展，总共超过100件的作品来展览，相当精彩。台南木拉德湾艺术空间策划推破计划展览，组织来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使用不同的媒材甲技法进行创作。为画图、雕塑、绘画，也是数位编程，呈现丰富多元的艺术风貌。这次策展概念呢，是因为我们木拉它位在国华街，那国华街其实是一个人潮很多的地方，那大部分的艺廊它都是躲在一些小巷弄，很多人可能不敢进去。那我们希望我们木拉推广的是让很多人可以走进来。那这次新锐艺术家，我们都是找刚出社会，或者说他已经到社会的某一个历练之后，回来当艺术家，所以这整个展览都是新锐艺术家的展览。为了推动少年的艺术家，木拉的每一个展览拢提供非常好的平台，会当让艺术家自由发挥，展出的这些作品代表每一位艺术家鲜明的个性，同时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思考加观察。我主要创作的灵感来源都是我自己的生活一些体验。一些琐碎的小事，然后让我拥有这些创作的灵感。然后主要使用的媒材是亚克力颜料，因为它快干的特性很符合我自己创作的需求。我会觉得这个社会它，虽然它里面充满了很多痛苦，但是苦乐相生。你是要沉沦还是徜徉，完全就在一念之间。创作因为生命经验累积，艺术家黄宣志使用圆珠笔等媒材，对文字有着无同的理解。在今年更得到台南美展的肯定。另外，年纪只有18岁艺术家王子婷是创作颠覆大家认识的绑架人物，透过作品彰显出艺术家多元文化的力量。木拉多元艺术空间接着计划，带领大家尊重不同的文化甲创作方式，推动艺术甲社会发展。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来台湾大的新住民愈来愈多，其中有一位越南籍的新住民，透过新住民基金，除了学习美容相关的课程，开设美容店以外，嘛兼卖越南在地美食，
请未少人客前来交关，嘛，互伊经济愈来愈好。抓起各式各样的生菜，放进春卷皮里，再摆上虾子和肉片，卷起来。丁小姐做的越南春卷用料实在，一点都不手软，还有凉拌青木瓜丝，酱料也是非常浓厚，越南口味十足，也很符合台湾人的味。生菜春卷，人家应该很少，几乎都没有再放那个葱油。因为我放那个葱油，这样的话就是吃起来口感是有点比较香。我说老公帮我吃看看。咸度够了没？他说可以了他说可以，我就可以了。除了卖家乡味的越南美食之外，丁小姐开店的本业其实是美容美甲。看她为客人修剪指甲的手法非常熟练，受到客人好评。能够有这样的好手艺，她非常感谢新住民基金开设的课程，让她学得一技之长，勇敢创业。主要的话就是我开美容美甲的，外面的话卖吃的话，就是因为有时候白天那个。早上的话，客人是比较少，所以我想说多利用外面的，多煮那个越南美食。可是没想到我煮觉得台湾人就是吃的话就蛮得习惯的。好，我们真的是很感谢我们台湾的政府内政部新住民发展基金提供了很多我们的资源，让我们可以辅导新住民姐妹在美业的部分能够创业，可以微型的创业，那拥有一技之长，然后并且提升家里的经济力。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新住民发展基金。为了帮助新住民就业创业，习得一技之长，高雄市新移民多元文化促进协会透过新住民基金开设许多适合新住民学习的技能课程，希望能够开发新住民更多就业潜能。像我们这位姐妹呢，她做的美容美发还有餐饮，那在唯一缺乏的就是剪头发的课程，所以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举办新住民义剪计划。那这个课程就是培训新住民姐妹剪头发的技能，那让他们可以复合式的创业。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在台湾的国家，我是一个陌生人从越南过来也没有想到那个台湾的政府也给我们那个新住民的很多机会，有学习了很多。因为异国的嘛，我们本身是中餐西餐我们懂，可是。至少的话，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帮忙他，对不对？那个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提醒他，还怎么样？来台定居的新住民越来越多，除了操持家务之外，新住民也能够靠自己的好手艺创业就业，分摊家庭经济，在台湾社会中也能够立足。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收看8月2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